嘅啟動禮有近800位參加者，通過今日嘅選拔，選出具潛質嘅劍擊學員。大家一齊喺啟德體藝館，好熱情咁樣係投入挑戰。希望你哋向住你個目標去，不忘初心，加油！前途無可限量，加油！要繼續堅持你哋嘅夢想啊！加油！大家繼續努力，可能下一個奧運冠軍就係你哋啦。Hello， 各位小劍神，誰都可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。希望小劍神計劃能夠成為你對嘅地方，大家加油！各位小劍神喺小劍神計劃度奔跑吧，向住你哋嘅夢想勇敢衝刺啦！Go go go！